今年1月底，交通部观光局统计，全台湾有1819间的露营场地，也毋过只有190间合法。云林县规划伫古坑设一个露营区，上紧年底开放，这嘛是云林头一个公办合法的露营区。为了提供民众较安全的露营区，文管府去年动工打造古坑中湖村12间的露营区，目前硬体设施已经完工，包括内大场地区。再来小地坪区顶设备，这嘛是云林山区第一个公办合法的露营区。就是在我们草岭石壁这边呢，这个就是第一座的合法的露营区。那陆陆续续呢，我们会借着在这段期间，把所有周边的景点都盘整出来，让大家知道，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彰湖的14关的露营区开放之后，大家可以在周边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深度的体验。根据今年1月底交通部观光局统计，全台有1819位的露营场。但合法设立刚有190间，违法设立关达9成。至于文管处就表示，目前阮县内合法露营场有8间，但咧辅导合法有11间，公办12间营地内容顺利招商，上紧会等第1年底开始营运，带动古坑的观光人潮。我们地方的请求希望把这个地方给它赶快恢复它原来的那个风华，非常优美，非常优美，真的是宝地。文管处表示，12间的步道和露营区开3900万修复和兴建，所以将来规划，明来串联周边的景点，包括水枪车邻近的步道设置边坡的保护、导览指标等等，计估经费大约2000万。明年底将向交通部观光局争取办理，提供更好的旅游环境给游客。记者为报道。